陳宗翰與趙美鳳係屬於獅子山下嘅一個真實虛構故事。另一個獅子山下嘅真實虛構故事，將會由我妹妹林二汶演繹。洗晒樂園，又接觸過窗口大門，地板光潔洗我心，浴巾包着你柔順溫暖，執台打掃敷臉電髮洗碗乾碗，睡前換被單都不氣喘，第二朝醒來再上演一遍。林二汶。
佢係我個妹嚟㗎，佢唔係我家姐嚟㗎，佢係我妹嚟㗎。